提到了客家文创产业在年轻设计师手中不断的迈进，而设计师呢彭喜义创新的构想，把地方的鸟瞰图重新绘制，加上当地的特色文化，而它呢印在青花瓷碗里头，带领游客游览其中。小小的一只青花瓷碗，承载了无限的乡土情怀。今天感动时刻的镜头锁定这碗中乾坤。直径12公分的青花瓷碗，碗内的鸟瞰图引人入胜，新竹关西的一景一物都浓缩其中，慢慢转动，仿佛在上空翱翔。总统至尊外宾的礼物，来碗关西带领游客来玩关西，这样的创意出自设计师彭喜义之手。59年次的彭喜义是关西客家子弟，从事包装设计20多年。3年前号召其他年轻设计师成立去游碗团队。来碗关西是第一件作品，用放大镜仔细瞧，除了车站等等重要的地标，当中还出现彭家祠堂、陇西堂，透露了彭喜义的思乡情怀。碰到低潮，一个人开着车回到祠堂里面去，静静的跟祖先们做无言的对话。我想那个过程呢，是让我很想要把这个陇西堂放进去的一个主要原因。除了关西，还有来碗三峡、艋舺等等地区，把鸟瞰图结合了实景和地方文化，每一条街廓风景细致到令人惊叹。外面没有问题啊。71年次的林庭君负责绘图，用心观察，融入地方，过程不简单。有的时候我们幸运一点，我们可以找到文史工作者，他会带着我们看到什么叫做门道。那有时候呢，我们必须要靠自己不断去阅读，就是当地的相关的资料，比如说当初在这一次的拍的那个清晰度是。从设计到完成，每一步都有彭喜义的坚持。莺歌窑厂老板林宏正一路相挺。要把平面图印在立体的碗内，需要创新技术，就像是烧窑时炉火的锻炼，时间的酝酿，两人建立起默契，化不可能为可能。有一些比较细微的，他还是不放过。那这样子相对在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就会增加一些不可知的变数。不过这中间我们的磨合、切磋之后，那中间在上线就已经算是很稳定的。对彭喜义来说，还有这只碗意义非凡，一碗风范，把客家重要的祭典一铭记也画进了碗里。小小的一只青花瓷碗，承载了无限的乡土情。彭喜义说，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拥有这只碗的人会把它当成传家宝，把对这片土地的情感一代一代传承下去。12公分的宽阔，饱览彭家祠堂的精美，蕴藏客家文化之深厚。炉火淬炼后的去游碗，一指指游台湾，体验应景精神，遇见感动时刻。